你兩個會考中文都攞個 A 嘅，不如去聽下呢個講座咯。聽講呢個黃教授喺內地好有名，仲識講廣州話添。佢最近嚟咗香港，為喺大西北創辦一流大學籌款，咁所以頻頻演講，仲籌到好多錢添。因為警方對佢有所懷疑，但又唔可以魯莽行事，所以派你兩位去試探一下虛實。咁即係我哋要睇下佢係咪真嘅中文專家。咁就要試下佢中文根底嘅深淺啦。細妹啊，家姐想問下你，中文基本功你覺得邊樣嘢最難啊？一定係部首。你睇嗰啲問答比賽節目，小學3年班嘅部首問題，大人都未必識答。譬如凹凸出嘅部首係乜嘢？家姐，你答唔答到啊？等我開估啦！呢3個字歸於漢部，呢個部首熟悉嘅人唔係咁多噶。漢字喺古文字中畫出咗一個下陷嘅坑，漢部嘅字而家未必同坑氹有關。譬如凸字，只因為字形相似而歸於漢部。以上嘅字都係屬於難檢字，之所以難查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對部首唔熟。如果我哋了解部首多啲，啲字就唔難查啦。係邊位？試探虛實，我有計仔。我諗可以利用部首，不過要2位小學生嘅配合。你細妹我細佬，2個啱啱好啦。大佬啊，你呢排睇咁多部首嘅書，係咪同破案有關㗎？咁啊，梗係啦。不過或者咧，到時揾你幫手都唔定。你嘅部首知識得唔得㗎？好，等我考下你。紹興元呢3個字嘅部首係乜嘢？呢3個字就係歸由人部，而呢一個部首就係元旦個元下低嘅偏旁。人字喺古文字中畫出咗一個跪喺度或者企喺度嘅人，所以人部嘅字多數同人有關嘅。譬如元字上面嘅一橫係代表人頭，元最初嘅意思就係人頭。呢啲字我哋好難確定佢係部首，老師話叫做難檢字。嗱，其實確定部首咧係需要掌握一啲方法同埋規則嘅噃。只有振興教育，先至能夠振興中華。1000萬，多謝各位善長仁翁慷慨解囊。黃教授係中文專家，可唔可以請教啲中文問題啊？呢位小妹妹真係好學啦。我想問下呢啲字查字典查邊一個部首啊？小學問題嚟問大學教授。陰鼻青骨黑墨麻綠，嗱，圈住嘅呢就係部首。譬如陰字查字典嘅時候呢，就查立部。我有唔同意見啊！呢一啲字本身就係部首，查字典嘅時候查翻本字咪得咯。好似骨字就查翻骨部，唔使特別再分拆㗎。查翻本字，咁咪好容易？呢啲字通常被列為難檢字，但係如果我哋了解部首多啲，啲字就唔難查啦。偶有疏忽啫，不足為奇啊嚇！如果冇乜嘢問題，演講會到此為止啦。我都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黃教授啊。黃教授趕時間啦，呢個係最後一個問題啦。我想問下，常、命、喪、按、組、擊查字典嘅時候應該查乜嘢部首呢？又係小學問題，呢啲字確定佢哋嘅部首
一啲都唔難。譬如常字嘅部首就係少。我有唔同意見喎。喺古今編纂字典中，其中一個原則就係將表示意義嘅偏旁定為部首。常、命、喪喺意義上嚟睇都係同嘴巴有關嘅，咁所以佢哋嘅部首應該係口字啱。一家之説，呢啲係一家之説啫。我同意嗰位先生嘅講法。又譬如按、草、棘，從意義上嚟睇都同樹木有關，咁佢嘅部首就係木啦。強詞奪理，簡直就係強詞奪理。點會係強詞奪理啊？我哋查字典嘅時候有一個規律，如果一個漢字佢係多過一個偏旁嘅話，通常表示字義嘅偏旁就係部首。教授，你冇理由唔知嘅喎。唔好意思，我真係好趕時間，我唔再糾纏喺呢啲小學問題上邊嚇。好彩甩得身啫，黃教授啊，我哋係警察，而家想請你返警局協助調查一宗詐騙案嘅。我係世界著名學者、中文權威，你哋咁拉我？黃教授協助調查啫，請。你兩個話第時大個咗要做警察，咁要鍛鍊好身體先得喎。知唔知啊？知啦，多啲出去行下，唔好成日對住電腦啊嘛。嗱，同埋咧，我哋得閒要望多啲綠色嘅植物，咁樣我哋對眼咧就會精靈啲，捉起壞人上嚟都醒目啲啦。邊個最快行到瞭望台咧？但係你咁大隻，好唔公平啊！咁又係，不如咁啊！我哋除咗俾體力之外，再加埋俾智力啊！體力加智力，好提議喎！啊，我諗可以咁做喎！呢度係第一個關卡，我哋要答出問題先至可以通過㗎。有咩問題放馬過嚟啦！確定部首，除咗根據字嘅意思之外，仲有幾條規則可以參考。乜嘢規則啊？讀、紅、是、借。查字典時查邊一個部首呢？佢哋左邊嘅偏旁就係部首啦。從中可以總結出乜嘢原則啊？好簡單啫，橫向結構嘅字。如果左邊有部首，通常都係取左不取右。咁如果係採、豐、分、獻呢？都係取左不取右。唔係。橫向結構嘅字，如果左邊係上下或者係內外合體，則只取右邊。好似採、豐、分、獻，右邊嘅偏旁就係部首啦。我哋快啲行下。按規則開始一次要暫停5分鐘㗎。過唔過關啊？咪得戚，輪到你啦。經、企、工、商，查字典查咩部首呢？佢哋上邊嘅偏旁就係部首啦。咁從中我哋可以總結出乜嘢原則啊？縱向結構嘅字，如果上邊有部首，一般係取上不取下。咁取、逼、站、指呢？縱向結構嘅字，如果上面係左右合體，則只取下邊，好似隨、逼、站、指，下邊嘅偏旁就係部首啦。冇錯，全中，我哋繼續前進啊！好啊！嗱，細妹，呢度咧就係第二個關卡，叫跨越奇緣啦。慢慢嚟，好嘢啊！果然叻女。嗱，體能呢關你就過咗啦，不過唔知智力嗰關你過唔過到咧？有乜嘢即問啊？接住呢4個字：閱、見、匹、緣。查字典查咩部首啊？佢哋外邊嘅偏旁就係部首啦。咁從中我哋總結出乜嘢原則？包圍結構嘅字，如果外邊有部首，一般係取外不取內。
好，咁提、倒、危、微呢？包圍結構嘅字，如果外邊嘅唔係部首，則只取內偏旁，好似提、倒、危、微。入邊嘅偏旁就係部首啦。細妹你真係叻嘅啫，我哋繼續進化啦，好唔好啊？行快啲啦！智力加體力，我今次就輸俾細妹啦。咁你又唔使咁灰心，我哋要努力追先得噶嘛。嚟到第二關，問題就係巴、空、張、忙呢4個字，查字典要查邊一個部首呢？俾啲貼士得唔得啊？嗱，有啲字嘅部首疊合應該取多筆畫嘅部首。我明啦，巴取父不取白，空取月不取棉，張取陰不取蠟，磨取麻，不取染。我哋可以過關啊！我一定要追到細妹。嗱，今次智力加體力嘅競賽咧，雖然就係妹妹贏咗，不過細佬你都唔好灰心噃。我會努力噶啦，下次一定贏你。未必噶，你唔想我下次就贏俾你睇。好啦好啦，你哋兩個唔好再拗啦，喺度唞陣啦。我同哥哥周圍行下。好啊。哇，嗰度有人玩電腦遊戲喎，我哋去睇下咯。好啊。哇，部手拆彈遊戲啊！想唔想玩啊？遊戲學語文，好有趣，好有益噶喎。好啊！揀字應該取乜嘢部首呢？蠶同吐絲成揀，表意嘅偏旁通常為部首，咁佢嘅部首就係翹絲邊啦。咁就應該剪斷左下方呢條電線啦。Yes！ 橫向結構嘅字，如果左邊係上下或者內外合體，則只取右邊。咁就字右邊嘅偏旁皮就係部首啦。縱向結構嘅字，如果上邊係左右合體，則只取下邊。咁何字下邊嘅偏旁背就係部首啦。呢幾個字嘅部首係乜嘢啊？佢哋又有乜嘢共通點呢？結構複雜由中心突出嘅字就取中心偏旁為部首，助取土，丙取和，以取大，無取公。咁就應該剪斷中間呢條電線啦。喂？部首破大案，真係值得慶賀啊！咪以為淨係你哋警方先識部首？你究竟係邊個啊？我已經送咗份大禮俾你哋，你阿妹佢哋已經收咗啦。哇！哎，細妹佢哋有危險啊！走！點解我哋答啱晒啲問題，但係個炸彈仲行緊嘅？家姐，快啲過嚟玩炸彈遊戲啦！你兩個做咩唔出聲自己過嚟呢度啊？炸彈啊！快走！冇事啊！冇事，冇事啊！我哋一定要將啲犯罪分子繩之於法。你起身，走！要做一個好警察，必須具備豐富嘅知識，包括語文知識。以上介紹過對付難檢字嘅種種方法同規則。如果仲未解決到問題嘅話，仲有最後一招。而最後呢一招就係查難檢字表，好多字典同埋詞典都有呢個表㗎。同學們，你哋對付難檢字有乜嘢新方法？記得話我哋知啊！